各位早晨，歡迎大家嚟到創新科技嘉年華2025，我係 Martin Law，今日網上研討會嘅主持人。由創新科技處主辦嘅創新科技嘉年華係香港一年一度嘅大型創科盛事之一。今年我哋以創科點亮夢想為主題，並得到50多個合作夥伴嘅支持。創新科技嘉年華為大家帶嚟精彩嘅互動節目同埋啟發人心嘅講座。今日我哋非常之高興喺第一場講座請到馮萬達工程師 IR Richard Fung 嚟同我哋分享，而馮萬達工程師咧會為我哋分享嘅題目咧係核電輔助綠色未來。好，喺分享開始之前咧，我都想提醒一下大家，因為我哋呢一節嘅講座咧會喺 Zoom 同埋 YouTube 分別同步進行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講座期間咧有任何想問嘅問題，都可以透過文字嘅方式傳遞俾我哋。如果大家係用緊 Zoom 嘅話咧，可以用下邊嘅 Q&A 或者叫做問與答嘅功能啦。如果大家係用緊 YouTube 嘅話咧，再用翻即時通訊嘅功能就可以啦。如果時間許可嘅話咧，我哋會喺呢節講座嘅最後5分鐘開始，就為大家代為發問你嘅問題。好，事不宜遲，我將今日嘅講座時間交翻俾我哋今日嘅主講嘉賓馮萬達工程師 Richard。早晨，大家好。我叫馮萬達，今日就幫大家介紹係點樣幫我哋去到一個綠色嘅未來嘅。咁就我哋係喺能源咧有主要介紹嘅有啲嘅選項。第二題目就話核電點樣幫我哋比較簡單介紹，跟住咧就講係點樣幫我哋去一個綠色嘅未來啦。咁就喺呢個原子核裏邊攞能源出嚟咧，呢啲叫做核能。咁將能源攞嚟發電咧，呢啲就叫做核電。咁喺1956年開始，核電開始商業化啦。今日嚟講，俾大家世界上9%左右嘅電力。基本上咧，核電係冇二氧化碳排放嘅。咁第一個分段就話能源選項啦。咁今日嚟講，我哋世界上使用嘅能源都係以化石燃料為主。咁就煤就佔咗係大概嘅1/4能源供應，石油1/3，天然氣1/4。咁加埋咧就係今日嚟講八成左右。咁就同過往20年差唔多㗎。再生能源嚟講，今日水6%，其他風電、太陽能9%，加埋15%，係比較以前20年前咧係雙倍咗嘅。核電始終係佔比額係比較細嘅。咁如果話我哋睇嗰個嘅係一個能源供應啦，咁我哋要睇佢嗰個嘅持續性、可靠性啦，同埋大家要俾嘅電價啦、對環境影響啦、社會嘅認受嘅。咁就喺常規能源嚟講，因為佢嘅可靠性咧係比較高嘅。譬如話係煤、天然氣、核電，咁我哋要攞佢嘅電咧，佢哋可以係好多時即時俾到我哋，於是咧可靠性係高。相比之下，風電、太陽能，咁大自然唔係時時有風，夜晚冇太陽，於是咧風電同太陽能咧可靠性係比較低。咁啊，需要一啲嘅支援或者儲存，先至俾到電俾我哋使用。咁水電咧就係兩個嘅中間左右啦咁樣。咁咧我哋會就話常規能源嘅消耗咧就會係快過佢嘅供應㗎。意思就話我哋睇一個能源，我哋知道個儲存係幾多，隨意使用嘅速度。咁我就會話咧，煤大約可以用到150年。石油、天然氣大概就係50年。咁油係喺度發核電嘅用嘅材料。咁今日嚟講，我哋使用佢係1%。咁即使係咁啦，都俾到大概100年嘅供應俾我哋。再生能源咧，基本上係無限㗎。咁喺香港國嘅經驗嚟講，就話煤嗰個價錢係相比係穩定嘅。天然氣比較波動。世界上嘅天然氣你都見到嗰個電價，嗰個天然氣供應價錢啦，都係波動得好緊要啦。咁核電嚟講，相比嗰個價錢十分之穩定。太陽能今日嚟講，香港個價錢比較高嗱，主要因為政府政策希望大家
發多啲嘅太陽能，於是就有呢個咁嘅價錢喺度嘅啫。咁風電嚟講咧，個電價正在大家都香港都研究緊，不過世界上講俾我哋知咧，風電電價咧就係下降緊㗎。好啦，咁就要睇嗰個嘅係環境影響啦。一般我哋唔會睇嗰個叫做係二氧化碳嘅排放，即係話咧睇嗰個生命周期裏面嗰個溫室氣體出多少。咁我哋生命周期咩意思咧？即係話除咗係用呢個燃料發電之外啦，咁樣睇埋係話運輸燃料、開採燃料、建造廠房呢啲咁嘅活動可產生嘅二氧化碳咧，都計埋入嚟咧。咁我哋要見到煤嗰個嘅價錢咧，sorry，煤嗰個嘅係二氧化碳排放咧，會係高嘅。相比之下，相比之下就係嗰個天然氣啦，個排放係大約一半。咁其他嗰啲唔牽涉呢個嘅二氧化碳排放嘅話咧，咁嗰個嘅係出嚟嗰個二氧化碳咧，當然會係少啦咁樣。咁就另外睇個風險就話對我哋嗰個嘅安全啦。咁我哋就可以攞個衡量，就話我哋睇睇發一度電產生嘅，譬如話死亡、事故同埋空氣污染死亡係多少呢咁樣。咁因為就係化石燃料、煤油、天然氣甚至生物能嚟講啦，發電過程都需要係呢個燃燒個燃料產生空氣污染，於是咧導致嘅死亡咧會係比較高㗎。咁相比之下，其他嗰啲水電、風電、核電、太陽能嚟講啦，就係冇呢個問題啦。於是比較嗰個死亡率咧低好多。咁核電嗰個死亡率咧都包括咗核事故同埋之後嗰啲嘅間接死亡都計埋落嚟㗎啦。好啊，咁就公眾嘅意見，即係主要資料就俾到係歐美嘅意見啦。咁係睇藍色就支持部分啦，淺藍色就比較支持啦。咁於是咧，既然都係法國、日本、美國、瑞典、澳洲，甚至以前傳統法係德國嚟講咧，都係今天傾向咧比較支持係高啲嘅。咁於是即係總結嚟講就話，各種能源嚟講，我哋冇一個嘅所謂叫做完美嘅能源。煤電嚟講，我哋會話佢個排放係比較高。天然氣價錢比較貴。水電嚟講，問題唔係好大，可靠性低少少。社會認受，譬如大型嘅水電廠嚟講，有啲人唔係好喜歡。太陽能、風電可靠性比較低啲。咁核電嚟講，主要嘅問題就係話政府對佢認受性咧，仍然有一啲嘅即係保留㗎。咁就簡單講下核電係咩先啦，咁樣講咗兩嘢，大概同比較。咁以古代希臘嘅概念就話咧，我哋將一啲物質將佢搣到無可再搣，剩翻嚟嗰扎嘢咧，就叫做係原子。咁上世紀我哋嘅概念就話，原子係由唔同嘅粒子組成嘅。喺原子核心裏面咧，正電荷嘅質子，冇電荷嘅中子，圍繞嗰啲核心旋轉咧，就係啲負電荷嘅電子啦。咁咧睇咗個原子核心裏邊咧，唔同嘅質子數量咧，就表示係唔同嘅原子啦。氫核心一粒嘅質子，氧六粒嘅質子。咁水係於是咧氫同氧都係原子嚟，唔同種類嘅原子嚟嘅。水就係將氫同氧唔同嘅兩種原子加埋，就叫做水。佢係一個化合物，本身唔係原子嚟嘅。咁鈾嚟講咧，就係世界上最重嘅金屬啦。就咁即係話咧，裏邊嗰個嘅核心裏邊咧，呢啲粒子數目係最多嘅。咁就我先生講俾我哋知就話咧，就係如果我哋要能量嘅話咧，我哋可以有，如果物質同時物質減少咧，將減少物質乘以光速再乘以光速，即係呢條公式咧，咁就會產生能量嘅增加嘅。咁於是用呢個核能嚟講，咁我哋要話將個原子大嘅將佢搣開，變咗兩粒細嘅物質，於是嘅能量會釋放到出嚟俾我哋使用啦。咁於是我哋會話我哋攞呢個鈾235嘅東西啦咁樣。鈾剛才講嘅啦，係一個最重金屬。235也者咧就話鈾核心裏邊咧，原子核心裏邊咧有235粒嘅粒子。咁於是咧，我哋嗰啲中子嚟坐埋去，黐咗中子之後咧，佢會係裂變，釋放多啲嘅中子同埋輻射。咁呢堆嘢咧叫做係
等於我哋嘅能量啦。咁每次核裂變嚟講，出到2億個電子伏特，好似好大嘅數字啦。不過即係電子伏特係一個好細嘅單位，於是咧2億電子伏特咧就唔足以幫一蚊拗痕。咁要10億億次嘅核裂變咧，即係出到所謂1000瓦時嘅熱量。咁喺一個發電站嚟講，要3000瓦時嘅熱量咧，先俾到1000瓦時嘅電力，即係大家所謂嘅一度電啦。但係我哋將中子繼續嚟撞呢個鈾235的話咧，咁可以維持呢個不斷嘅循環，咁就會出咗能量俾我哋。咁呢個現象咧就叫做係鏈式反應啦。咁就大家都會知道話好啦，輻射係有一個威脅嘅。咁正確啲講咧，就係呢個唔穩定嘅原子出嚟嘅高能量咧，就叫做電離輻射，或者大家一般即係理解嘅輻射啦咁樣。咁咧要適當保護，唔俾即係唔俾佢影響到我哋嘅健康嘅。咁輻射存在形態就係話一啲細嘅原子嘅粒子，或者同埋係電磁波。兩樣咧都係好輕易咁用儀器 check 到佢。咁咧，如果我哋避免輻射嘅影響嘅話咧，第一就保持同佢嘅一定距離啦，減低暴露輻射喺裏邊嘅時間啦。或兩個都做唔到，或者再同時保險嘅話咧，喺之間加個屏障嚟阻擋佢啦。咁一般嚟講，喺香港輻射係甚至世界嚟講啦，都係無處不在。喺香港嚟講，空氣裏面嘅微粒俾到呢個40%嘅輻射俾我哋，地面嘅岩石大約30%，飲食大概係1%，甚至外太空宇宙射線5%。咁四隻加埋咧，就係我哋吸收到大自然俾我哋嘅輻射嘅佔我哋所有嘅85%啦。咁其餘15%主要係話，譬如有時我哋會照 X 光身體檢查啦，或者有啲人要做癌症治療啦嗰類，咁啊俾15%俾我哋啦。咁就幾多輻射先影響到我哋嘅健康咧？咁樣，咁就係喺翻左下角自骨視空肺 X 光0.02個輻射單位。搭飛機去歐洲轉個圈，大約點一個。一般你同我喺香港走唔甩嘅咧，每年3個單位。喺核電站做嘢嘅人咧，限住佢哋每年唔可以多過20個。咁咧就係100個單位，每年咧之內咧都見唔到有健康嘅影響。再講得遠啲，喺伊朗一個叫做拉姆薩爾嘅旅遊地方，有好多嘅高天然輻射，但當地居民亦都見唔到佢嘅健康有乜問題。不過，如果話短期1000個輻射單位咧，咁日後咧癌症風險會增加嘅。如果短期1萬個咧，咁就係可以致命㗎。好啦，咁就係概念嚟講，一個反應堆就話，我哋將剛才嗰啲嘅鈾235嗰啲嘢攬埋一堆咧，佢會發熱，咁用啲冷卻劑將熱拎走，過去一個叫氣輪機嘅機器，等於大家好似傳統嗰啲有扇葉嘅風扇咁樣。不過我用風吹佢，用啲冷卻劑吹佢咧，咁啊會轉動一個發電機，電出嚟俾我哋啦。咁於是咧，經過一個冷卻器咧，會形成一個循環。咁於是咧，又會不斷有熱攞過去發電，電就俾我哋使用啦。咁一個傳統嘅叫做係壓水式反應堆咧，就係世界上最普遍嘅機組，佔70%左右嘅機組嘅數目。咁咧個反應堆擺喺呢個橙色位置呢個位置嗰度，由高壓嘅水用橙色系統代表啦，咁啊將啲熱咧送過去隔離呢一個叫低壓啲嘅用淺藍色代表嘅循環嗰度，喺呢個壓地方咧。水變蒸汽，推動氣輪機，氣輪機轉發電機，發電俾我哋使用嘅。嗱，咁喺點樣？喂，點解需要走向個綠色嘅未來呢？咁樣，咁就大家個經驗就都知道啦，唔使我講就話，我哋近來一年熱嗰一年，24年係記錄之中最熱嘅一年。咁因為係大氣裏邊嘅氧化碳喺工業革命嗰時嘅0.028%，去到舊年嘅0.043%啦。大氣裏邊氧化碳多咗嘅話咧，咁咧太陽射落嚟嘅熱電就可以地面吸收到，但反射翻去太空
就冇咁有效，於是焗住喺地球嗰度，於是會係升溫啦。咁於是咧舊年嚟講，溫度上升咗，比工業革命嗰時咧高咗1.55度攝氏。好啦，呢個可能係一個暫時現象啊，因為每發都會唔同。咁但係咧氣溫上升就會令到即係呢個兩極之間同我哋一般即係一個熱帶溫帶地方嗰個嘅極地漩渦原本係好穩定咁慢慢好 happy 咁旋轉嘅咁開始佢令因為個溫差相差細咗，令佢旋轉唔穩定，於是咧冷氣會落嚟，熱空氣會上去，於是咧我更加見到更多嘅高溫夜或夜冬天，你可以會凍，可以好凍短期內。咁同時咧有山火水淹都係比較常見嘅現象啦。好啦，咁啊呢個情況出現之前咧，10年前啦，大家都知道要做嘢嘅，咁於是就喺巴黎嗰度咧，大家話好啦，我哋限制我哋嗰個嘅二氧化碳排放咧，唔令到嗰個升溫咧唔超過2度攝氏，最好唔超過1.5度攝氏添。就不過以而家咁嘅速度嚟講，排放二氧化碳速度嚟講咧，咁2030咧，肯定溫度會去到1.5度攝氏噶啦。2040肯定會係2度攝氏噶啦。咁於是我哋真係要做啲嘢嘅。咁因為發電同發熱佔咗能源嘅二氧化碳排放70%啦，其餘60%，譬如話係運輸啦，嗰個係工業嘅譬如話煮嘢程序啦等等。咁於是咧，我哋諗法就話將呢啲咁嘅其他嗰啲嘅出氧化嘅程序，將佢電氣化咗佢，同時我哋將發電發熱，將佢係零碳啦咁樣。如果咁樣做咧，呢個願景係譬如話國際能源署咧提出嚟嘅，好多嘅機構都咁提出嚟隨意見啦。咁要做乜做咧？當然要好多電啦。咁於是咧，要風能、太陽能咧，分別增加係11倍、20倍嘅，去到2050核電咧都要佢雙倍嘅。嗯，咁點要核電雙倍呢？咁樣咁就話第一就將而家運輸現有嘅核電站等我運行得耐啲，誒、有60%左右核電站咧，今日可以運行多10年左右，咁設計壽命40年，咁於是咧令我運行得長啲，多20年啊，或者再多啲咧，咁啊俾啲時間俾我哋咧，就可以係起多啲新嘅核電站啦。咁新嗰啲咧可以起一啲嘅大型嘅，每個1個吉瓦嘅，或者更加多。雖然細隻啲，每個大概大嘅1/3左右啦，都係可以噶。咁我哋中國點樣做咧？咁樣咁今日嚟講，就我哋中國運行緊嘅機組咧，就有淨容量咧57個吉瓦，建造緊嘅35個吉瓦。咁咧，變咗分佈喺沿海唔同嘅省份嗰度嘅。咁目標就話咧，喺今年年底去到70吉瓦，2030120吉瓦。咁呢個能源署嗰個願景就話咧，希望中國可以係去到2050咧，去到260吉瓦，即係話咧每年加大約係8吉瓦。呢個係以中國嚟講咧，今日嚟講係做得到嘅。咁但係睇而家表現嚟講啦，咁就係睇翻，譬如依家運行電站喺發電站安全、員工安全上邊咧，有54台可以拎出同世界比較嘅機組咧，有33台咧表現係世界評級嗰啲嘅因素咧係滿分嘅。呢啲咧就佔咗係世界滿分嘅機組咧係40%左右，咁嘅表現係唔錯㗎。咁喺舊年嚟講咧，呢啲機組咧全力發電時間咧就係有90%左右，而家時間就係譬如話維修啊、檢查等等啦。咁運行安全方面咧，行內就會用呢個核事件分級表嚟評定嘅。咁就見到就話咧，中國核電站嚟講啦，過往幾年嚟講，每個機組出現嗰啲咁嘅入到呢個分級表上邊嗰啲事情咧，都係每個機組唔夠半個事件。咁呢啲咧都係所謂喺呢隻表裏邊咧0同1級嘅事件，即係話咧低咗2級，冇呢個係安全、健康、環境影響喺度嘅。嗱，咁有好唔好嘅即係表現啦。啲國家政策係支持係需要嘅。咁就係同時係工業嚟講咧，喺研究開發
設計電站、製造設備咧都係充分能力。同時嚟講，都係同各間大學聯繫，保持嗰個專才供應，不至於缺乏。我哋香港自己，我哋香港有氣候行動藍圖，就話咧將我哋嘅碳排放與時遞減，去到2050嚟講，就達到所謂碳中和，即係話咧第一就冇碳排放啦。如果仲有碳排放的話咧，我做啲嘢補償翻呢個排放，譬如話種啲樹啦咁樣。咁呢個咧都同國家即係目標就話，去到2030嚟講，開始減少碳排放。60嚟講做碳中和係基本上一致嘅，都行快少少啦咁樣。咁啦，喺發電嚟講，香港佔咗發電佔香港嘅碳排放咧，係大概係60幾。咁於是目標就話咧，就我哋希望係2050零碳排放。咁今日嚟講，煤嘅排放咧，煤嘅使用咧，佔咗我哋發電嘅1/4，天然氣佔一半，核電佔1/4。意思就話咧，目標去到2050嗰時咧，我哋香港嘅再生能源嚟講，去到係15%，由而家嘅低過1%。其餘嗰啲就通過地區合作啦，就輸入一啲嘅乾淨嘅電嘅。咁睇翻就話咧，喺94年開始，咁深圳大灣核電站咧供應香港1/4嘅電，呢個安排咧去到2034年。咁喺廣東嚟講，今日有15吉瓦嘅核電站運行緊，大灣佔2吉瓦。咁同時咧9吉瓦咧建造緊。於是咧，我哋有個空間俾我哋考慮，可唔可以到2050年之前維持多啲而家嘅核電供應啦？同埋增加多啲嘅核電嘅輸入，呢個機會係存在嘅。咁講呢度咧都補充一下就話，好啦，咁除咗講裂變發電啦，都提提核聚變發電啦咁樣。咁我哋可以將一個氫嘅原子叫做係都另外係氚嘅原子，即係話咧裏面分別就多咗一粒嘅中子同兩粒嘅中子。咁咧就係話，好啦，將佢聚變之後咧，會係釋放能量。咁釋放嘅能量嚟講，就會係誒用比較有235分裂嚟講咧，係多佢嘅4倍嘅。咁氚同喺大自然呢個都喺大自然存在啦。氚咧亦都係可以通過呢個係靠中子撞擊理嚟製造嘅。咁核聚變好處就話咧，佢個風險輻射風險唔高，亦都冇呢個高放射性嘅廢料㗎。好啦，咁喺我哋大自然嚟講咧，太陽係一個基本上一大嘅核聚變嘅設施。咁裏面嘅等離子體嗰個係產生嘅，因為佢個重力比地球重啦，同埋核心溫度咧係比較高，就係1500萬度攝氏。咁地球上面溫度咧又冇咁大重力咧，於是就係可以係需要高啲嘅係溫度嘅，1億度嘅攝氏。好啦，咁就係喺地球要做呢個咁嘅等離子體咧，就會將佢擺喺一個係強磁場裏邊，令個閉環旋轉。咁呢個啫喺今年係2月嚟講咧，都做得到嘅。不過時間只係維持到係得嗰1300秒。咁於是嚟講，要達到核聚變的話咧，我哋要穩定個聚變啦，設計啲選擇啲適當嘅反應堆嘅物料啦，點樣工業化咁生產出啦，同埋有啲嘅其他嘅工程輔助系統咧。咁就如果做到呢幾樣嘢咧，咁有個希望喺20年內咧去到商業發電啦。好啦，咁到呢度咧就介紹完畢，咁就多謝大家。